今日同大家分享公屋居屋2到3人單位設計案例。單位實用面積280尺，間咗2個房間。入門口用木板間房，靠窗位就用玻璃門做間隔。木板間房最大化利用空間，門口仲有個鞋櫃。房門做木板趟門，側邊留返個玻璃窗透光。房間內就做3尺嘅單人床，連儲物吊櫃。客廳仲有空間房雙人梳化，梳化對面就簡單做電視牆，搭配燈帶都好睇。客廳玻璃推拉門間房使整體空間更連貫開闊，透明玻璃門同樣能最大化保留客廳自然光線。間房內就做4尺床連梳妝台加衣櫃。最後廚房門口做一組吊櫃，廚房就正常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位。廁所做洗手櫃加鏡櫃就 OK 啦。大家有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報價。